10月份嘅時候，淘寶係開通咗香港99蚊包郵，嗰啲係細件嘅商品，而其實大件嘅家具呢，香港而家大部分嘅地區都係可以做到3包㗎喇。我哋係10年前開始做香港市場，當時就只能送貨到樓下，而今年呢，我哋就可以做埋上樓啦，同埋幫你安裝好。其實比你自己揾師傅呢個價格係差唔多，不過就方便咗你就唔使咁麻煩，自己去揾一啲熟手嘅師傅嚟幫你裝。反正你俾咗錢，你等收貨就可以啦，中間唔使煩。最近我哋上個月即係11月份做過嘅香港客戶呢，有好多㗎喇，包括有觀塘區嘅九龍灣宏開道順發工業大廈、尖沙咀嘅堪富利士道格蘭中心、香港島金泉大廈、油尖旺區旺角威達商業大廈、荃灣嘅華偉工業大廈、九龍紅磡崇安街半島廣場。10年嚟，我哋做咗好多嘅香港客戶㗎喇。你今日拍通常係有現貨嘅，因為我哋嘅銷量比較大，好賣嘅產品我哋都備有現貨。咁樣從我哋佛山發貨直達去香港呢，通常4到6日就可以幫你送裝好㗎喇，係好方便嘅。而且佛山呢係我哋中國最大、質量最好、歷史最悠久嘅家具集散中心。另外你係通過平台交易啊，所以安裝之後你驗貨無誤啦，點擊確認收貨，我哋先收到錢嘅。所以無論係品質啦、貨期啦，淨係售後啦，都有平台作為監管，你嘅交易係好安全嘅。所以香港你要買家具，揾我一定滿意。